这边你就转来哦诶。白衣公主啊，哎呀，三门这边你就转来诶。郭不正话啊，你即摆咧创啥物啦？我咧甲阮大英伦啊，白衣公主啊，你就带我转来哦诶。三门这边你就来哦。白衣公主伊死啊是无？梅准生连续追阮7绝剑，敢讲哦，伊还阁有通活命哦。白衣公主，你是看到伊死去的是无啦？无咧，我敢若看一个人对摩天岭顶头安尼害落来，一定是阮大岛白衣公主，啊无，敢有可能是迄个一梦的梅准生。那你讲起来哦，伊是安尼摔落，是摔咧倒位啦？伫摩天岭遐悬的所在，摔落来早就拢碎骨分尸啊！我哪会知伊摔位倒位搭？白衣公主啊，你这可怜的，我要来去甲你收尸，你等我。等下，无得人收尸啊啦！我已经拢找过啦，毋则阁走去这个溪仔边来咧收魂。大岛啊，你着咱们这边转来哦。可怜的白衣公主，我无论安怎样，一定要来去摩天岭的山脚找你。就算讲我找袂到尸体，我若是敢若找到你的衫角，还是讲我凊彩啥物物件，我嘛甘愿。白衣公主，你等我。老三伯啊，大岛啊！安尼我知影啦，为着甲伊转来吼，是安尼冤家冤到尾啊，带啊两败俱伤，两个拢死去啊！白衣公主啊，虽然讲吼你毋捌爱过我，啊毋过若我是深深伫咧爱你的，我一定要来去找。就算讲吼你会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来去找。找着你凊彩啥物物件，我嘛甘愿啊！白衣公主啊！搁着白衣公主，伊两人骨斗的代志，已经分起几落摆啊！春生，娘，春生，娘，如果春生呢？春生有转来无？莫非死伫白衣公主的手头？
白衣同主呢？伊人呢？自从伊两个人去冒天岭了后，就无人看见伊两个人落山。那呢？到底是谁胜，谁人败？嘛毋知影是啥物人胜，啥物人败。我囝离开21年，无用伊才会当见面。万一尊生也不幸，叫我要安怎着好？阿娘，身体要保重。阮大哥连成对阮这撮的减怨是真厉害，伊袂死啦。白衣同主，伊的武功高深莫测，因两个人要去拼胜负，实在是难以预料。当今武林，要胜过对分七绝剑实在无简单。尊生绝对无危险才对。爹，你是讲白衣同主有法度通我处刑？那呢？是因为阮大爷也真无看到。尊生若是胜，嘛应该爱转来啊！拢是你，拢是你，是安怎要逼尊生去杀白衣同主？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为什么？敢讲会有奇迹？你是讲？我是讲，尊生敢真是会死伫咧白衣同志的手中？也毋过，嘛无人看见白衣同主离开冒天岭。哥哥，因两个人两败俱伤，死伫咧摩天岭顶。尊生。我无死。若毋是为师两早赶到，你已经都无命了。若是小可皮肉的伤痕，无啥物要紧。是，因为你伤过冲动，所以为师才点你的血刀，把你带倒转来这个洞中。是，我为什么会输？对阮七绝，敢是所向无敌？为什么我会搁再败在白衣同主的手下？到底伊练的是什么功夫啊？因的决斗的经过，头到尾为师已经看得真清楚。第一，你实在心思混乱，无法度来集中到迄个精神；若是第二，伊定情，你心急。第三。
嘛无法度来了解到这个问题。伊同事的功夫是一当今武林六大门派最厉害的招数，才有法度来应付到对魂七绝。六大门派分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？因为哪有可能练成不同门派的功夫呢？有一个可能，伊毋是武林中的人物，强中有各大门派的高手一个。是，你的意思，讲伊是洪江内院的人？这是师傅猜想而已。洪江内的人，那呢？为什么调定要出动上来厉害？伊是现上500两黄金的钦犯啊5000两也是无路用。伊现在比伊当初的武功，任何什么人都无法度厉害。如果是你的猜测若无毋对，然后呢，道理一案自首，毋就永远袂当报咯？春香，比伊当初已经了过你2次了。我看你也是放弃这个修行，要若无，你的死在比伊长子的手中了。春香，安怎唔甘心死？敢讲你可能为着一案之仇，都甲伊势不两立？看到你这款的痛苦，哪亲像讲你要杀死白衣当主，不只是讲为着要报一案之仇，用一定要有什么款的文明哦？你猜去无毋对，道理是必变。我何尝无想要安安分分来做一个正当的人，但是我被逼杀人，拢是身不由己。是谁逼你杀人？是我的阿爹，为什么？老大也是被逼。敢讲恁爸囝一直拢互人摆布你咧过程，为什么都互摆布？为着我要活落去，阿爹的心愿是要找找失散的小弟，所以无管你现在就死，那么你早着以死来拜托。敢讲无法度通我摆脱，以你的武功，敢真是无办法通解决。你的意思是？将迄个人害死。对，将伊害死。已经3天啊，还阁无人知影白衣童子甲梅俊生伫摩天岭拼斗是甚物人赢胜？是，属下探听甲真详细，也毋过也无人知影因2个人的下落。哦，假使若是梅俊生赢，伊应该是会转来向我后面才对啊。夫人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因为俊生会败？伊练成追魂七绝剑，若阁拍袂赢白衣童子，实在是太令人怀疑。西洋，要，好，要，哎呀！你是想着要害我是？太
为了阮爸囝，才毋免搁再受你的摆布。玉衣同志有死无？无，你拍死伊，是，伊无杀你，伊撩我，所以才叫你转来杀我是无？毋是，这若安尼，毋就是你家己伫要杀我的咯？害死你！阮爸仔囝才毋免搁再受委啊！才要说我袂巧，对，所以你死定！太幼稚。为做啥？你以为讲我若死，也就会无代志啊是？哼！我甲你讲，恁爸囝的秘密，还搁伫阮阿爹的手中呢。你若是将我杀死，恁爸仔囝还搁会较紧死哦。哼！你若是有想讲要搁活落去，也着搁乖乖啊听我的话。将来事若是办成，对恁爸仔囝还搁有好处哦。别姑娘啊！小王爷，小弟无天领的决斗，还是恁大兄赢胜。敢讲白衣同志会胜过追魂七绝的剑法啦？我毋知影。啊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拢答毋知啊？代志经过遐侪工，因两个人拢无出现，也无人知影谁胜谁负，甲生死。哦，啊，若安尼讲起来呢，伊本来的猜测，一定你有两点，头一点是恁大兄赢，因为伊太细一个白衣同志惊你伤心，所以才无拄转来见。也若第二点呢，就是两败俱伤，啊，两个拢死无天领。毋管是安怎样的理由，我想吼，迄白衣同志一定无命的啦。啊，因为迄对魂七绝啦，是太厉害哟。
地点，内心感慨地大洋，太里江比海深。好，那呢就请小王爷你去耐心啊等。好，天下无难事，这囝是有心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会被着我的真情感动，做我的小王妃啊！哼，别鼓励我，别鼓励，阿紧，你哪遐梅准香阁出来哪了？什么人呢？有人看伊倒咧飞龙堂哦。你唔等我，等你哦。小爷，在摩天岭上，你着梅准生一条性命，莫非是为着别姑娘？这是原因之一。哦，小王爷，敢讲你也其他原因？我若开始就因为准生，无容易找到公主秋无来。梅准生，秋无兰伫你的手中顶。夫人，狄大人已经死，邱无兰有正经甲无正经，敢是无真重要？真重要，伊已经无需要证件，也毋过嘛袂用去甲伊留咧。夫人的意思是，我爱邱无兰死。梅准生，你若杀邱无兰，你总嘛袂讲你杀袂赢的对？我杀死邱无兰。对，我爱你一匹，拖伊的尸体来见我。我用的，大哥，你袂用得去，你袂用得杀死邱无兰。梅玉良，这个是你的查某囝是？是。我所讲的话，已经拢互伊听到。夫人，你放心，只要梅准生照我的吩咐去甲我做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梅准生，你即马会用得去啊？大哥。